这就是火候不足啊。你们常说的火候指的是6根呀，6根不听火候就无法变成。问题一来，6根就拉着我们，自信却无法提升，脾气毛病也跟着来了。所以为师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改变助人的方式。当徒儿讲给别人听时，就是讲给自己听。问问自己听得下去吗？自己都听不下去了，那别人怎么会听得下去呢？不是要了解多少道理才能讲给别人听，而是要问问自己用心了没有。眼看着为师的徒儿们一个个都只修外功而不修内德，都是火候不足。徒儿呀，如果你们的3000功800火无法圆满，要怎么回天要旨呢？所以为师今天才会跟你们讲述3宝心法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希望